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6年7月27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65篇第8节到13节，创世纪30章25节到36节，雅各书第3章13节到18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丰收之恩。雅各逃走，去到伫亚舅的厝了后，去互亚舅列班来欺骗。来甲伊欺压，经过21冬。头前的2个7冬是为着要带伊心所爱的查某囡仔拉结，结果伊用7冬服侍伊的阿舅，列班竟然将大查某囝利亚来偷偷嫁互伊。雅各佮用7冬的时间来服侍列班，才得到伊所爱的拉结。雅各了后要求列班要互伊倒去家己的故乡，但是伊的阿舅又搁开始趁机会甲伊压榨来叫伊继续留落来照顾家己的羊群。雅各就甲列班来定好照顾羊群的工价，就是既然身躯顶有斑点的啦，有条纹的啦，是乌色的绵羊拢归属伫雅各。雅各呢就想着嫁某来互羊群生育的时阵，会当生出迄个有纹的啦，有点的啦，有斑的啦。上帝嘛用安尼来祝福互伊地到富有。创世纪30章25节到36节。尼结生约瑟了后，雅各就对列班讲：请互我倒转去我的故乡，嘛请你将我服侍你所得到的某囝拢互我，互阮转去，我安怎出力服侍你，你拢知。列班甲伊讲：你若看我有够重，请继续甲我斗，因为我对八卦知上主，因为你的缘故有赐互我。伊佮讲请甲我讲，我着互你偌济工钱，我就互你。雅各就甲伊讲，我安怎服侍你，我安怎照顾你的精神，你拢知。我还袂来进前，你所有的真少，现在加添真济。我无论去倒位，上主拢随时地甲你祝福。是我才会当为着我家己的家庭建立家业。列班讲，我着互你什么？雅各讲，你什么拢毋免互我，有一项代志，你若答应，我就犹原固守饲你的羊群。今仔日互我顺你所有的羊群，将绵羊中间有点有斑甲乌色的绵羊以及山羊中有斑点的，拢分出来做我的工钱。以后你来看我所得的工钱，若山羊中间无斑无点，绵羊是母的，是乌色的，就算我偷的，安尼来证明我的诚实。列班讲好，照你所讲的。迄日列班就将有斑有条纹的山羊杠，有斑有点插着白色的山羊母以及乌色的绵羊拢分别出来交互伊的囝。伊互家己甲雅各3年3日久的路程，雅各就顾列班其他的羊。照经文的记载，当雅各开始思想要来转去故乡，就表达伊的回转的心志。虽然伊的本性犹原经常会显露，但是想要转去故乡是伊人生的转折的点。既然想要转去，上帝会赐福，互伊更较丰盛的稳定。雅各书提到基督徒应当爱谦卑，爱追求上帝的智慧，并且用好的品格行为来帮助家己来得到福气。基督徒蒙福，就是要伫生命中间来追求上帝的智慧，然后有和平、温和、度量以及充满慈悲，来结出丰盛的果子。雅各书第3章13节到18节，恁中间什么人有智慧、有见识？若有，就用谦卑甲智慧，通过家己的好品行来行出来。
恁心内若有恶毒、怨妒、甲自私，就毋通来夸口，讲白贼指得真理。即款智慧毋是对天顶来的，是属地、属血气、属魔鬼。因为有怨妒甲自私，就有混乱甲逐项歹行为。对顶面来的智慧，头一项就是纯洁，过来是和平、温和、有度量、充满慈悲、佮熬见好果子、无偏私、无虚假。公义甲促进和平的人，用和平也会政治所结的果子。亲像诗篇65篇第8节到13节，咱所看见的上帝赐福满满，互行伫伊道路顶悬的人。诗篇65篇第8节到13节，徛伫地尽头的人，会因为你的心热敬畏，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因欢呼。你眷顾土地，落雨灌压，互土地增肥，上帝的河水满满。你安尼准备土地，供给五国。你灌压田园，互水满连，互土糜软软。你赐福，互所在种的拢大长。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你经过的路，拢有油得滴。连旷野的草坡，拢有油得滴。山头用欢喜做大厦，草坡用羊群做衫穿。山谷有五谷做外套幔，拢因为欢喜出声吟诗。感谢主施恩赐福互阮，求主帮助阮会当谦卑，追求上帝圣神的充满，会当结出美好圣神的果子。因为丰收之恩就是上帝的赏赐。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